今個禮拜四係一代武打巨星李小龍85歲誕辰。港鐵今日起喺香港站同埋中環站舉辦紀念展。經典嘅黃色戰衣、雙截棍、李小龍1:1嘅彩色直交半身像，精緻還原佢嘅神韻。隔籬嘅藝術場，由本地藝術家阮繼珍繪畫嘅李小龍經典動作剪影側踢，配上佢嘅哲學金句，都係展品之一。仲有哲學對話亭，只要拎起個聽筒就可以聽到當年李小龍嘅武術哲學理念，就好似同佢對話咁。今次展覽由港鐵同埋李小龍基金會，仲有香港文化博物館合辦。展覽分咗兩部分，喺香港站中環行人隧道嘅互動裝置展出至12月8號，而中環站 J 出口嘅相同埋藝術裝置就會展出去到明年嘅夏季。想了解多啲李小龍嘅成長軌跡，大家可以到港鐵中環站同埋香港站參觀打卡。